过来关心高雄消息，高雄发大财，这是市长韩国瑜的竞选口号。早起就几名民进党议员开记者会讲啊，韩国瑜第一本的总预算的编列册内面，干那卖土地有将近2万坪，而且卖这个价钱拢比较早搁较低。伊要批评讲，前市长陈菊赎卖土地这个代志呢，即马定是家己伫洗家己的面，而且有真侪工程的进度拢超够济，伫预算的执行率是6都上界低。 高雄市议会吵吵闹闹，哪里议员拢大细声。下早要进行的预算审查会议进行到一半就弯起来，几名民进党议员嘛事先调开记者会，讲韩国瑜的高雄发大财拢是假。第一本韩国瑜自己编的总预算。 韩市长的第一本总预算的编列提出4大项的指控，总共卖了19000坪土地，每坪土地的单价卖多少？24.4万。过去12年，陈菊1坪土地的单价卖37万。曾经痛骂陈菊乱卖土地，但是韩国瑜是卖愈多，单价嘛卖较低，另外也有钱嘛借愈多。过去批评陈菊市府。 举借每年减少12亿，他今年减少多少？只减少1亿。韩国瑜一直讲中央卡韩，不过中央予伊的钱比过去更较大方。109年度中央的计划型补助多给高雄99亿，将近100亿。另外，还有几项的工程进度拢上慢，预算的执行率是6都上低，就预算的报告书才刚开始报告，都已经引发压力。 大斗法，议会明仔载才正式开议，不过战火已经点到。